去马天林家。小萌阿姨，你是谁啊？我是陈默，陈建国的女儿。上次你去美国旅游的时候，我见过你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小莫。你都长这么大了。我找天林叔叔有急事儿。找马天林？他逃跑了，我都找不到他在哪。好了，我该跟你们告别了。告别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们破产了，你不知道啊？钱没了，车没了，公司也拿去抵债了，这套房子也准备委托给物业卖了，我现在没地儿住了呀。怎么可能呢？天林医药在建北不是一块金字招牌吗？都是因为开发金牛坝呀，我们把整个钱投进去了，可是金牛坝到现在还八字没一撇呢。天林公司现在只是个空壳，不但没钱，还欠人1000多万呢。马天林是想死死不了，想疯疯不成，只能逃走了呀。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也没有用啊，人家就是冲你来的。马天林想跟人家较量，还没上阵呢就败下来了。逃走的时候身上只剩下100块钱。是什么人干的？他是谁？他呀，他是谁？就是你。跟你打麻将的兄弟都出问题了，就你好好的，怎么回事？你回答我的问题，告诉我，前天晚上我爸到底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？他怎么就去杀人了呢？怎么就失踪了呢？小萌，我根本没跟你爸爸打麻将。董事长没去打麻将，我一直跟着他。这就奇怪了，3缺1，怎么打？是4个人打。第4个人是谁？我的岳父。耕农来了，哎，来，你们坐。这位小姑娘是谁呀？爸，建国的女儿陈默，刚从美国回来。是建国的女儿啊。爷爷。哎，好，你爸爸可是个好人呐。爷爷，我问您个事儿啊，前天晚上您和我爸一起打麻将，他有没有说最近要去哪儿啊？打麻将？我打麻将？我打麻将了吗？前天晚上，您和我爸，陈建国。我和你爸打麻将？对啊。
星期三，前天星期二。爸，不用算了，昨天是礼拜三。是星期三。那就没错了。小妹儿，老爷子前段时间中风了，这不刚抢救过来。他能打麻将，我觉得是个奇迹。奇迹。跟农叔叔。小妹儿，还有事儿？我爸成了杀人凶手，还玩起了失踪。所有和我爸有关的人和事，全被挡在我的视线之外。家全、天灵叔叔还有夏爷爷，这3个人到底怎么回事？巧合吗？小妹儿，我想你爸爸可能是在躲避什么事情吧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爸都不会跑。您知道我爸逼我回来干什么吗？相亲。相亲？他说在建北已经帮我物色好男朋友，回来就见面。你说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会毫无理由的去杀人，然后消失不见吗？我知道了，这是有人和我过不去。这样吧，小妹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会把事情处理好。相信跟农叔叔，好吗？谢谢，我全靠您了。还有，你干脆住到更农大酒店去。小林，帮小妹开个套房。好。不用，我有地方住。我回金牛坝老宅。把手上的工作放一放，替我照一下小妹。好。小妹一回来就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，她不相信我，还怀有很深的敌意啊。里面一定有误会。替我照顾好她，别让她冒任何险。她的安全对我来讲非常重要。